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赞美神，让我们向神的天父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起立。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主啊，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你都数算过，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这不是别人能够告诉我们的，唯有你能够告诉我们，你就是这么的爱我们。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朗读。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天离地多高，对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也同样宏大。东离西多远，他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那么远。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的爱就是这么的宽广，这么的长阔高深。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是的，主啊，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为我们预备了丰盛慈爱的恩典，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开口向神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
们就开口大声的来赞美，为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神美好的作为，我们开口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你慈爱的神是那么的远，也那么的近。主啊，你包含在一切你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你借着这万物所造的一切，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拯救的心意，也使我们生命得胜的经历是如此的珍惜。主啊，你要你的儿女经历主你的爱，就在你所创造天地万物，在这个世界当中，透过我们慈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这么的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你就是单单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也为我们预备了丰盛慈爱的应许和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更多的来赞美你，我们要用赞美，用敬拜向主你来敞开。愿你更多的带领我们来看见你的慈爱，看见你的信实，看见你的公义。也让我们能够与你更多的连接，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感谢你，愿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的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的祷告，对我们的心说话，保守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我们将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再一次开口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和你心相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主啊，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从旧约到新约，你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每一次，主啊，你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经历你奇妙的作为，经历你的翻转。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光，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开口向你来敬拜，向你来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更多的来领受从主你而来的恩典。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正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真为生而
永恒的同在里。我求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谢谢你用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先爱我们，也让我们在这里用爱来回应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进入到你爱的同在。唯有在你的爱的同在里面，我们才能够感恩，即使是在痛苦当中，因着你的爱，我们也能够感恩，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哦。你现在可以想到哪一件事情是可以感恩的？我刚才在那里想到有一件事情是很普通，但是我们要感谢的，就是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如果没有那一口生命的气息，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没有那一口生命的气息，就没有后面的恩典，就没有后面的供应，就没有后面的医治。这口生命的气息是神特别的恩赐，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世界他所有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为了生命的气息，为了今天可能神来释放，从捆锁当中可以得着自由，我们来感谢我们的姐妹，我们来感谢，因着神的恩典，他医治；因着神的恩典，他给我平安。在飞机上，哇，那个气流很强的时候，就很大的震动哦。但是我们知道说，我另外一个想法就在空中离神更近哦，祷告可能更有能力哈。我就在跟同工开玩笑啊，也不是开玩笑，我觉得在那边可以为小组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感恩什么。我们一起来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宣告说：上帝差他的独生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法显示他爱我们，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气息，可以思想，可以行走。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有平安，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能力。即使是在痛苦当中，他依然同在。透过约伯记告诉我们，在困苦当中，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何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读者很清楚是因为上帝跟撒旦有这样的一个交易也好，或者是你就尽管去试。那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陷入在约伯的这样的困境当中，你还能够感谢吗？还是只有在埋怨？原来他后来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是因为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过程才能够感恩。但是我们事先知道，我们能够知道整个过程，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同在，即使是在困难当中。所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见证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恩典，给你气息，给你能力，即使在痛苦当中，他不离弃你；即使是在不顺的当中，他依然引导你在前面的道路，
让你知道说神有神的时候，神在一定他的时候，他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我们开口同时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神你的恩典，让我们等待了许久。主，你的恩典降临，主，你的自由降临，主，你的医治降临，主，你的能力降临，主，你的气息再次吹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思想神你的恩典，思想神你的赐福，思想神你的保守，思想神你的保护，思想神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降临，使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依然是有盼望；使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你提供给我们一条道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着自由，得着平安，得着盼望。谢谢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是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你并将所有的美好的事物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自由意志来享受。主，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我们犯罪、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就在你的爱当中，我们有盼望。因为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的爱就向我们来显明，不是我们够好了，不是我们做了多好多棒，而是因为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来到世上，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提供给我们一条活路。谢谢主，就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你依然保守看顾，让我们在捆锁当中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病痛痛苦的当中，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主，你依然保守看顾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我们眼前的困境。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着在不顺的当中，神你依然赐给我们平安，在我们恐惧的当中，主，你说愿你们平安。谢谢主，就在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主，你说我在这里，我赐给你们平安，我与你们同在。主，谢谢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是常与我们同在的主，是施恩给我们，医治我们，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平安，给我们供应。主啊，好多好多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让我们享受在主你的爱里，也能够成为你爱的管道。愿你施恩，让我们更多看见你的爱，给我们有勇气；你的爱给我们有能力；你的爱给我们有未来；你的爱给我们持续不放弃的这样的信心。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愿你来悦纳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我们再一次开口来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降临，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是的，主啊，你就是这么的爱我们。
只是为我们预备我们需要的，你也为我们预备那要将我们赎回来的祭物。主啊，我们要怎么能来表达感恩？怎么来表达赞美呢？愿我们向你来开口敬拜，向你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意能够到你的面前。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是我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是我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这上帝恨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是我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加上平衡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不惊动。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加上帝恨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加上你恨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
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因为这首歌，我们就要来做一个悔改、恳求主赦免的祷告。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我们用我们所遇到的幸运，我们用我们所遇到的日常，变成我们跟主耶稣的阻碍？因为我们可能忘记，或者是我们软弱，我们不相信。不相信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因为我确信，什么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不管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掌权者，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天，是深渊，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我们跟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爱隔绝起来。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起来？保罗话说，没有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却常常因着眼前所遇到，真的就是可能那灵界掌权者，真的就是那个生活的需要，真的是遇到缺乏，真的是遇到病痛。但是神说，即使是这些，透过保罗的话，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隔绝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隔阂交给神呢？我们愿意把这个不属神的给挪去吗？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开口恳求主的赦免，恳求主带我们回到那个对的眼光，那个属神的眼光，就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隔绝神对我们爱的眼光。他的爱今天要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恳求主来赦免，恳求主来恢复，恳求主来医治，恳求主来饶恕。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我们更是要为社会来祷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感受不到爱，我们常常觉得别人的爱是带有条件，是带有目的，是带有代价的，但主耶稣你却用你自己的宝血除去世人的罪，你为我们付上代价，你为我们受刑罚，你为我们受鞭伤，就是单单要我们的生命再次因着主你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在爱的能力上被恢复起来了，我们在爱的想法上被恢复起来了，主，我们在爱的方向上被恢复起来了。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来得救，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出那属于你的爱。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每一次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经历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差派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显明主你是爱。主啊，你透过耶稣基督在世上，主啊，所有的行动要表达主你的爱是不改变，不因着我们软弱而改变，不因着我们病痛而改变，不因着我们拒绝你，我们不认你而改变，也不因着我们遇见死亡而改变。因为主你的爱是胜过死亡权势的爱，因为你的爱是叫人的生命能够有机会回转过来的爱。主你的爱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的爱，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赦免。主啊，你说当我们愿意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你是公义。主，你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你透过耶稣基督付上这赦免的代价，是要叫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是有指望，是有盼望的，是有恢复的，是有生命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当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就在这里经历，我们就在这里赞美，我们就在这里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完成了那救赎的使命，让每一个相信你的人，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得着这福分，我们就得着这生命。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在线上请坐，在现场请坐。我们今天呢是为这个我们彼此来祷告的时间。今天的题目叫我们与爱的距离。我们迦南之声这几天
都在与什么什么什么的距离。我相信很重要，约伯记要让人看见上帝的爱，不因着人明不明白，不因着人健不健康，不因着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而隔绝，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要为我们肢体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正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人想到的。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灵，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圣灵细察万事，连上帝深藏的旨意也能细察。在你生命当中，哪些细小的事，我们以为上帝不知道，其实上帝都知道，而且他为此预备、预备再预备。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为什么呢？我们要一起读这段经文，要记得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好像你们也在患难中一样。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为我们身体，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身心灵来祷告，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什么原因会遇到这样的事。什么原因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关键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但是透过这几天的迦南之声，透过我们这几天在灵修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回答：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主真的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为恢复得着医治来祷告，但就像刚刚的经文所说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身心灵所经历到的恩典，是要来经历见证上帝的同在的，是看见上帝的作为在他的身上的。我们要为我们弟兄姐妹身心灵来祷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当中，不论是你或是你的家人，或是教会弟兄姐妹，或是你认识社区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开口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使他们来经历在主里的自由，是经历在主里的爱，经历在主里的释放。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借着我们在这里的聚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盼望的，是有主你的慈爱与我们在的。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主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主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明天，主啊，我们可以一起。信实公义的阿爸父，你听见了，你听见了我们的呼求。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我们亲爱的朋友，现在或许有些就在病痛当中，或者有些就在开刀房，在紧急危难的当中，在经济困苦当中。主，你的爱不隔绝，你没有放弃我们，因为主，我们在苦难当中有圣灵陪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有时候真的在困难当中忘记了主耶稣基督，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在与我们那个风浪的小床当中，你安然的睡觉。主，我们小信，我们看不见你与我们同在，主，但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主，你一直都在，不论任何的情况，你一直都在。谢谢主耶稣基督，谢谢阿爸父神，谢谢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你所重价赎回来的羊。你说你不弃绝你的羊，主，谢谢你。主，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在困苦当中丧失了希望，在病痛当中感受不到你的同在，但主，你不在风中，不在震动当中，不在火中，你用圣灵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主，求你对我们说话，对在这些苦难中的弟兄姊妹说话，借着
我们对他们付出的爱，一通关怀的电话，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你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当作主耶稣基督你祝福的源头，关爱的源头。谢谢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去付出关怀，去祝福我们这些，去安慰这些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谢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感谢赞美主，主，谢谢你，因为我们每一根头发你都算过，你永不弃绝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永不改变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当中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什么样的需要来祷告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唯有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计划的不是灾难，而是繁荣。我要使你们有光明的前程。那时你们要呼求我，向我祷告，而我要回答你们。你们找我一定找得到。你们若一心追寻我，我保证让你们找到。我要让你们还乡重整家园。我要从放逐你们去的各国各地，把你们集合起来，带你们回到你们被掳离开的故土。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从以斯拉、尼希米到以斯帖，上主真的将那个被掳的子民带回家乡了。但更重要的是，要带回什么样的家乡？是这地上的家乡，还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所经历的不是灾难，而是繁荣。我们刚刚想到的繁荣是哪一种繁荣？是上帝心意里的繁荣吗？我们要来为国家来祷告。我们在等待的，我们在期待的，我们在需要的，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我们要为土耳其的地震灾后的重建来祷告。我们要为台湾最近的国防安全特别民生需用。我们都知道，连蛋连这个猪肉都是每一天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的，但是就在这当中有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政府，我们执政掌权者活出那个公义跟怜悯，更是求神赏赐他们智慧，让他们知道能够怎么样行是对台湾未来最有利、最适合。求主赏赐这样的智慧，也为我们真的是来经历神里面那个属灵的觉醒，就好像上面写的这个大学阿斯伯里大学，他们所经历的，从一群人开始祷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越来越多的人领受到他要开口，他要来到主的面前，不管他认识多少这个信仰，他在祷告中经历到，也愿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觉醒，不仅是在那个地方的年轻人，更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寻求他、渴慕他的教会，寻求他、渴慕他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一起开口，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我们要为国家来祷告，恳求主带领我们来经历他，来经历他的保护，经历他的心意，更是叫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出那个公义跟怜悯。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为我们当中，主啊，特别在今天，主啊，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你知道现在在这个当中的需要，主，你知道在我们每一天饮食的需要，主，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帮助有能够决策的、有智慧、有能力，更是有一个公义跟怜悯的心怀，能够在所做的事上面，不仅是为现在，更是为一个长远的计划，更是因为一个长久的可能性。主啊，要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主啊，你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知道能力、权柄都是从你而来，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今天你把我们放在台湾
这个岛屿、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区域。主，我们知道从每一个人他们的想法有不一样，但是你还是深爱着台湾。过去被殖民，到今天我们可以有自主的权柄、权利来选我们自己的总统。然而我们所要面对的是隔壁邻居这个强权不断的要恐吓我们，不断的要使我们陷入在恐慌当中。主，我们知道只有你才能够保护台湾，只有你能够让这些敌对的能够化解成为和平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困境，主，你知道我们从民生的问题到国防的问题到经济的问题，我们都面临很多的困境，但是唯有你能够成为台湾的帮助，透过你赐给台湾的产业，能够在世界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影响者。但是我们知道人都是为着利益着想，只有你是因着爱来保护我们。谢谢主，当我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你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的执政掌权的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唯有与主同行，才能够得着智慧，如何来掌管，能够治理这块土地。主啊，唯有你的平安保守看顾，让我们远离这些强权的威胁恐吓。主，我们也能够有能力来祝福其他的区域、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在我们最近所面临的民生的问题，帮助我们能够离开这些的瘟疫。主，谢谢你，让我们在逐渐在开放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依然警醒祷告，求你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特别是让在野的、让这些的将领不会违背他们的良心，让我们有同心合意来守护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主啊，让我们在民生的需用的当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因为天气的因素、疫情的因素来影响。主啊，求你捆绑一切这些想要借着媒体来操弄使人恐慌的这些的权势，奉主的名来除去捆绑，因为你来就是要使人能够和睦，而不是要制造冲突。我们求神来护卫着我们台湾，抢救我们更多的百姓能够离开撒旦的权势，借着你的教会来进入到社群，赢得这些的灵魂。求你帮助教会能够在媒体的方面能够好好的运用，来得着人心，得着灵魂，而不是被撒旦来使用这些媒体。愿你来赐福掌权在我们台湾，不管是执政掌权或者是在野的，让我们同心来为这块土地来祝福，而不是每一天在唱衰。让我们一同用爱来守护这地的百姓，而不是只一天到晚想要做这个做那个，只要权柄，而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爱百姓的心。愿你让我们在选择我们的领导者的时候，是真正是守护、爱护这块土地、这地百姓的人。我们愿意继续来守护、来祷告，让我们的同胞能够更多能够得着救恩。愿你施恩怜悯我们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才能够有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 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与爱的距离有多远，或者有多近呢？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恳求主，上帝就是借着教会，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宇宙万物的那位基督所充满的。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应该会充满基督的形象。阿们吗？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个信仰群体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耶稣的教导，我们要来为教会祷告。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肢体，我们可能最需要的是要先有基督的生命，要从他的话语开始，要从他圣灵的能力开始，为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受来祷告，有这样的一个寻求跟渴慕来祷告，也为4月开始，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有幼儿亲子的礼拜要开始已经预备很久，然后要正式开始，也为复活节，不管是在周六主日，我们都有这个欢庆的礼拜，都有这个复活的主日复活的礼拜来祷告让我们来领受复活的生命，也为5月母亲节儿童主日，还有7月全教会礼拜的更新来祷告。我们也要为各牧区小组的牧养来祷告，我们要为社区的活动，有爱幸福的讲座、松大开学桌球班，还有已经密集在筹备的夏令营，还有暑期的这个 Passion 的青年营来祷告。我们透过这些事工，透过这些时间点，透过这些空间，是为了要活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弟兄姐妹要一同来领受，要一同来经历，要一同来成长，要一同来委身。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这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为所有一切，主啊，我们站在这里祷告的是，主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主啊，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主啊，你的爱充满能力，主啊，你的爱让我们可以凭着主你的爱，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为教会来祷告，让教会活出你的心意，主啊，让教会活出你的爱，更是让教会明白，在爱里面是有真理，是有能力，是有分辨，是有智慧，更是有见识。主，你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寻求跟委身当中，主要让教会活出主啊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活出主啊我们是这个信仰的群体的身份，是主你在世上的代表的身份，是世界的光，是照亮世界的一个灯塔。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谢谢，献上赞美。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设立教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主啊，也谢谢你设立迦南教会，成为桃园的祝福。主啊，我们也要为每位会友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你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亲自带领每位会友。主啊，我们也要为迦南教会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迦南教会设立了许多不一样的服事，不一样的事工。主啊，我们也在4月开始，我们有许多不一样的调整。主啊，我们也要为4月开始的亲子礼拜，还有我们5月复活节的周六还有周日的礼拜来祷告。主啊，我们也要为着我们5月的母亲节的儿童主日来祷告。主啊，也谢谢你设立许多的营会，还有不一样的爱幸福讲座。主啊，或者许多的社区事工，还有不一样的营队，我们要来向你线上祷告。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些营会，主啊，透过这些活动来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让迦南教会成为这世代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要用这首歌成我们的回应。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事工，是因着主的恩典，是因着主的带领。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将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们被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也用我们的爱来回应我们的主，让我们在这爱的路上一直学习，一直经历。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话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将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们与爱的距离就是这么的近，这么的多，何等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用双手张开来领受，张开双手来领受，再一次来宣告何等长阔，何等长愿主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愿主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天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将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们可以用双手环抱我们自己。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向我们来拥我，抱，是将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痛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
着主，不管是生或死、困苦或是逼迫，都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不管是在患难痛苦当中，主你知道我们忍耐的程度有多少，但是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看见神你的应许要成就。主，我们要忍耐到底，必看见你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向你的渴望，因着对你的信靠。谢谢主，不管几人同心合的祷告，不管是线上或实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同心合的祷告。神你必应许，你必成就。主，你是信实的神，你必要这样来应许。谢谢主，让我们继续持续的祷告，守望的祷告，祝福的祷告，运用你属天权柄的祷告，让我们在认罪悔改的当中看见神你的赦免，让我们在信心的祷告当中看到神你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的困境。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你要让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赏赐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慈爱，愿天父上帝永恒的爱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主圣灵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支取属天的能力权柄，靠着主你给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所属天的应许盼望。谢谢主，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让我们继续看见哪里需要祷告，突破这样的祷告，我们必看见神你的神迹奇事必然随着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彼此来祝福我们的祷告会就到这边，愿你们平安。